如果你做到以下3件事嘅話咧，你嘅頭髮會比一般人健康同埋靚啲嘅。第一件事咧就係你要攝取足夠嘅蛋白質。第二件事咧就係你要多啲按摩個頭皮。咁按摩個頭皮咧就好似幫頭皮做運動咁樣，就增加血液循環。血液循環到咗個頭頂，咁我哋吸收嘅營養都會比較充足嘅。如果血液循環唔好，其實我哋嘅頭皮、我哋嘅頭髮吸收營養就會差啲嘅。咁所以咧，多啲幫頭皮做運動係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嚟嘅。第三咧就係少啲去染髮或者去電頭髮。染髮同埋電頭髮對頭皮毛囊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如果你要保持健康又靚嘅頭髮，就要少啲去電頭髮同埋少啲去染髮。可能過去你一年要染好多次，要電好多次，咁你可以咧減少個次數。唔係叫你完全唔去整、唔去電、唔去染，只係將個次數逐漸減少咯。咁對你嘅頭皮會更加好同埋健康啲嘅。咁以上咧呢3樣嘢，如果你做到嘅話咧，其實對你嘅頭髮啦、頭皮咧係健康係有利嘅，同埋比一般人咧，如果你做到嘅話咧，你更加健康、更加靚嘅頭髮。